黄黄地黄黄，无边无际太平洋，这世上有思量，出路在何方？天茫茫，地茫茫，无亲无故靠太郎，月光光，心慌慌，故乡在远方。风有伴，狮子伴，处处角落不孤单。狮子伴，姐妹伴，读书上连班。现在我们要去一条在印尼昵称为台湾路的一条路。那这条路上面的女儿啊都嫁到台湾去，然后回来台湾都可以盖新房子。嘿，那就是印尼人昵称这条路是台湾路。那我们现在就要过去。那你们会怀念这个空间吗？你们会不会怀念？这个对他有感情。在这边上课多久了？多久？好多年了。2年多了。2年多。不是上课比上课还要常来。哦。常来啊。你们这边记忆最深的会是什么？啊？记忆最深的。记忆最深的是什么？在这边呢。厨房吧。厨房，这就是厨房嘛。对啊，厨房也可以，有时候开会在这边，教室也在这边，厨房也在这边，聚会也在这边。聊天在这边。聊天也在这边，拖地板要去那边，感觉很远。去那边好像乖乖的去啊，不知道做什么，做哪里，好像很可是那边不是空间比较大，比较有发挥的空间。当然是没错啊，我们还没有感情。哦，感情还没有培养出来。对啊。家里的时候，好没有安全感啊，第二也是跟小孩子玩的时候很高兴，很开心，然后跟老公吵架的时候很伤心，觉得很想不开，就是很生气就对了啦。然后在娘家的时候。
很快乐，因为有父母的照顾啊，然后还有全家人的感觉，觉得很好，很温暖。读书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也是觉得很快乐的事啊，很难忘记的事情那个。然后第三个是，有时候要出去玩，被父母管得很严，是觉得很无聊，哪里都没有自由去。就是这样子的我的想法，简单没有，我们这样直接这样用。我在看手机啦，没有飞着啦。他中午有打来啦，哎，然后我们也跟他讲，他说下午看他小孩怎么样再来。妹妹，阿姨说你还要来，很乖啊。去那边去妈妈那边，阿姨不让你来。最近从5月底我们搬到这里，然后通通都是因为这个是老房子，这个对啊，它没有用很久，像那个厨房那一间啊，我们的清了3天，里面清了3天，然后在第4天第4次就是洗干净了再赶进去，然后这边就整理，还有那个这2件里面也是汽油漆，还有那边走了，还有后面一大堆那个什么杂草哦，我们不是搬了好几台车的那个垃圾吗？瓦片哦。南洋风味的南洋的东西，南洋的东西好，南洋的东西，所以南洋的东西要放在这边。还有嘞，各种各样的那个南洋的，各种各样的，哎，还有嘞，为此配偶的见面的地方吗？外在这边讨论的聚，外团这个团体的那个什么，那大家在这边讨论啦，还是见面啊，聊天。OK，好。它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哪边？这边不能利用，对不对？可以的，这个奶中菜哦。我想大家来种菜啊。我是想这边可以利用的，这边的。到了你的电话啊。哦。也很好玩的嘛。牛啊，这个牛啊。对啊，照我们那个你们的习俗来讲啊，就是在姐妹会的成立之前，我们最开始在1995年，设立了一个外籍配偶的中文学习的一个管道师资班这样子。那透过这个师资班，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说，姐妹们她们可以变成是一个有自主性的，然后不再是一个被当成是可怜人，然后永远需要帮助的人。那她们可以自助，同时可以助人，然后可以对台湾社会做一些贡献跟改变。其实学习中文或学习一种地方的语言，它其实代表的是，他有这个能力看到这个世界，跟介入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来到台湾，其实他并不是没有语言能力，而是在台湾他原来的语言没有办法使用。那从这个中文的学习，又衍生出他们自信的培养，然后进而可以看到说他自己的能力的发展。那这个学习就不只是技术的学习，还包括说，他们对于这个社会参与跟社会投入贡献的一种兴趣跟意愿，然后反而倒过头来，他可以去告诉台湾人，他们的历史跟文化，然后透过教台湾人，或是说分享跟台湾人分享他们的历史跟文化，得到另外一种学习，就是说他了解到说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个人。
它可以对这个台湾社会，或是说其他的相同命运的姐妹们，可以做出很多的贡献，可以对这个世界做一些改变，这样。那你觉得一般人为什么会觉得想要学？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大家想要认识字啊，第一个原因，认知字，以后就可以写那个什么，比如说你写了中文，不只说你一个人跟那个别人沟通以外，还有可以以后可以教到帮助你的家庭这样子。比如说，丈夫比较没有空哦，我们自己，以前是，譬如说你还不会讲国语哦，小孩生病那些都先生带，后来你会国语了哈，就可以自己带小朋友去医院啊，跟医生讲说小孩生什么病哈，他怎么样这样，还可以填资料啊，去哪里办什么事情就自己写这样子。我一开始刚嫁过来，我本身是客家人嘛，后来我先生每天会带我出去然后他的朋友就是不是美容人不会讲客家话，后来一起问我不知道怎么讲，问我先生，他讲什么？你跟他讲，那个是什么？我要跟他讲，但是叫我先生翻译。后来每次都这样子，后来我自己觉得好像人家就很痛苦，对，很痛苦。后来去上课，有上课了吼，就有对，就是我觉得就像柯雅说的要常常出来就是面对就是不同的人讲话不一样，就是像讲国语，我们不会讲国语，就是要跟他们聊一聊，就是不管我们不会讲，但是我们要过去听久了，我觉得以后我们也会。这个就是小孩子写的，国小写的，有点复杂，因为我们就是剪好几个然后又念得好。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男生，表示他是女生，对不对？爸爸妈妈就会很高兴，因为爸爸妈妈一直希望第一胎是男孩子，但是天不从人愿，废话，没有嘛好，小时候我有很多梦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想变成男生，可是妈就把我生成女生，这实在太不应该了，写成科啦。他在气他妈妈把他生成女生他为什么这么讨厌他是女人？这个小孩子的心里好像很幽暗因为我们最早开始在美浓，那我们一直都很重视，就是这样子的方案应该要是跟社区做紧密的结合，这样。所以我们在美浓之外，原来就是在别的地方都比较是说协助他们做训练好，那比较没有我们自己去，就是说去在那边再设一个点这样子。那后来是因为刚好永和社大，在2年前吧，他们跟我联络，本来是希望我去来这边开一个女性的课程，因为社大里面女性的学员是最多的。那他们觉得这个很需要有一些女性的议题，那我跟他们讲说我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但是如果说他们愿意在这边开一个跟新移民女性有关的课程的话，我可以支援。那不过我说不是由我来上，而是我可以陪伴这边的志工来一起来经营这个课程这样。那因为联络我的人他本身也是女研社的顾问，那这边女研社做得很好，就是说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经营地方的女性的志工，女性的成员这样。那他们在女性成长的部分到一个段落，同时也希望说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实践一些事情，所以这两个刚好就联合在一起所以那这边的姐妹会发展的也比较快速，也是因为有一群比较积极热心的志工，那然后再不断扩张出去这样。所以我觉得南北现在一个差异之一是，我觉得刚好也反映了，就是说北部地区它的社会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好，所以像他这边社大的课程就可以开得非常的多然后各种课程也比较多，然后讯息也比较丰富，所以虽然说永和
这边比较慢才开始，可是它相对的这种因为志工群比较多哈，然后所以很多事情的推动上就速度比较快。我参与，我跟姐妹她们相处大概已经2年多了，然后我从她们刚开始来上课的时候，她们其实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然后就是也很恐惧，就是说在这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文都不会，她不晓得怎么样在这里生存，然后常常她们其实因为语言沟通的关系，常常会跟家人啊常常起冲突，所以他们来这边之后，他们来上课，那经过我们社团的课程设计然后让他们常常有表达的机会，所以他们现在表达的那个方面都已经就是他的表达能力已经就越来越好。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改变就是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而且他们很想要发展自己，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在台湾在这里不是只是来分享社会资源，他们其实可以有贡献，然后他们也知道说他其实自己是很有能力的。tôi là ngoài Đài Loan. Tôi này tôi gia đình tôi là Đài Loan. Tôi tên là Lý Đông Phúc. Tôi là về Đài Loan. 对，我觉得说这个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那个机会啊，让我们在这边可以发展我们那个能力啊，然后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转弯，从来就我们都是乖乖的当一个学生这样子，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老师，然后当初就心里就会怕说学生会不会接受我们的，还是那种他们认为就是我们是外籍新娘这样子，对，会有那种歧视的。但是其实我的想法到实现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都真的都很尊重老师的，对。对啊，跟他差不多，我们感觉的他们也是蛮尊重我们的哈，他们就是蛮努力要学习我们的语言这样。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就是跟婆婆他们家人就是没办法沟通，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然后会常常是有错误的，就是一直认为他在讲我们的坏话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很难过，然后一起在家里是每天都在哭，然后一起要等先生回家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现在是他本身会讲一点泰文这样子，然后就每天就是一起让我说婆婆一直在念我们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很难过，一直想要回家啊。后来我上了就是来永和社大这边上课的时候。我现在跟我婆婆感情比较好啊，可以跟她一起聊天啊、唱歌啊，或是因为我们就会比较会讲说，妈你要什么啊，是比较会这样子去讲，就不会觉得说不会讲的时候就不想理他们这样子。然后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可以问说，妈你喜欢吃什么啊？然后你喜欢买什么啊？你喜欢用什么？我们可以出去逛街这样聊天就是聊他以前的故事，然后我就可以聊我以前的故事，这样子可以交流这样子。
很喜欢说他们是我们台湾的姐妹。对对对对。然后这是他们的主要过程。其实他们，这个麦冰啊。这个那边摆餐具，因为帮忙摆餐具，哈，帮忙摆餐具。要跳那个跟跳模一样吗？一样。小丑。要汤水啊。师傅人家就在一间沙龙旁边，是开咖啡厅的。Telok bayar hari ini, nanti besok ya. Udah bayar. Nhà chị để có biết tê chuyện chẳng hay mẹ có tên tình. Con mắt xí. Với con máy cầu tay. Hôm nay con ăn con lai cây không ạ? Để tới một máy đâu con nghe không? Cũng có sao cổ chi. Mới sợ nào nào ha. Tất cả những các con sợ chỉ xuống tay không. Vậy đó cũng như vậy cá nhân tình ha. Hả? Nhau có dám có dám xong tên này cơ. Cái ai đi gì? Thay rồi đấy. Thay hả? Thay. Đến xe rồi vậy, đến xe rồi mày. Ngon lắm rồi. Không được diện là đứng sổ sơ đó là. Đầu xe à? Hả? Biểu xe. Sự biểu xe à? Cho mà là su yên xe xe. Đấy, chị đưa cho em mà tổng thống tuy quần tiên cả có gì. Cho là ai là cái bọn mình ra đây mình chỉ định cho cái ha. Bà mẹ你台湾要久啊？去用10年。哦，以周年的时间，周年。你看到啊？啊，属于吗？属于有讲啊。哦。属于今年有坐月子的3月份。开始喽！
重要是讲啊，无看人啊吼，安尼太人啥啦，毋会讲啊，嫁过来安尼生气吼，毋会讲啊，毋不愿出去，无出去哦，要听到反应，总是安尼讲。我不愿出去，我不愿伫讲啊，安尼台湾生发出安尼歌，不愿了解下来毋免唱你吉祥，安尼演样有安尼有一种发展。会发展。安尼样让我了解，让我讲，我有安尼想法，因为我想学安尼啊。梦想不较好，买东西唔晓得啦。毋过，毋好深即家呢，同家咧来啊，无深啊，深台湾人，爱学安尼台湾的同时爱深台湾人，深即家人无学到嘛嘅。最主要讲先生啊，因为先生啊吼嘛，带一家的家出去吼，就为了解讲啊为路安尼台湾的新球啊吼，安尼推荐沟通一下来，常常跟他们出来就是跟台湾媳妇还是台湾人一起沟通聊天，然后对，这样比较快。妈妈。你叫考牌考到呀？考唔叫咧，考我查梅真嘅噶，雙真嘅噶嘛。雙真也考到呀？他之前都欣賞真。冇，伊要包茶呢啊，伊去學時查要包茶送隻個再唔貴安尼，送唔貴安尼，來費攏要查我再啊。沒有講嘅時間，還蠻考到排嘅時間去姐妹會扭去啊。去演技啦，但最良心，我家去演技咁麻煩，最良心。寒天又咁冷，拜寒天咁難是吹油。这是1號。是班คนยายฟ้าเลยยายฟ้านาเกติอาตัวอายุอันเดียวสาเลย等一下还有哈，之前唱都要。It's only a warm-up song, and then later he will sing a better song. 那应该先讲哈巴讲给你，还讲英文。我可以哈。各位民众的乡亲哈，大家好。今年一个高兴哈，因为一个还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反水区的水之年的一个团体哈，有来自东南亚，还有亚洲、日本、韩国。还有美国的朋友啦，聽下來參加哈。拜五就去台北開會，一路開到高雄，過開到民農，一路在那下到民農哈。怎麼到民農呢？因為民農係我們全台灣反水區的大本營哈，所以我們今年有個機會，我們今年呢，那個安徽的附近。九台还有我们南洋台湾姐妹会、南洋台湾姊妹会，就会对东南亚带来台湾这个姊妹所组成的一个会哈。哎，这个。我去上课了，又是这个吗？Ya. Sebab tinggal di Medan. Oh, Medan mana? Lô. 对，猪肉。Together, yes.
1 2 3 4 ជំនួសប្រិយមិត្តទាំងអស់គ្នាហើយជំនួសខ្ញុំឈ្មោះសុកលយ៉ានមកពីប្រទេសកម្ពុជាកាលមក6ឆ្នាំហើយខ្ញុំជាប្រធានសមាគមបងប្អូនស្ត្រីនៃអាស៊ីអាគ្នេយ៍និងជនជាតិតៃវ៉ាន់南洋台湾姐妹会nama saya Li Hui Fen dari Indonesia datang Taiwan udah 6 tahun selama ini สวัสดีเพื่อนคนไทยค่ะเมื่อกี้ที่เคยอยากเขาแนะนำตัวเองจะพูดสั้นๆนิดเดียว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สวัสดีทุกคนฉันคือนายอันเจียเม่ห้วย的ผู้จัดการ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 Xin kính chào các quý vị. Tôi là Sú Khơ Yả, hội trưởng Hội Chị Em Đài Loan Nam Dương. Tôi từ Campuchia, lấy chồng Đài Loan đã được 6 năm. Từ lâu, hội chị em chúng tôi给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感觉蛮特别的，没想到会有那么热闹，那么开心，我们很开心，真的，大家真的很开心，很开心。我们的姐妹很开心，我也感谢我们的姐妹，像乔雪啊，她在南子那边上班哦，然后我们一通电话跟她说，你一定要来哦，这边今天有我们。就达林跟他说，你一定要来，今天有活动哦。他一下班就从高雄南子那边开车到美容来，然后到我们姐妹会，然后我们在煮菜的时候他也帮忙，就是有的没有的需要他帮忙他就帮忙，后来开车载菜到这边来。那我是代表台北那边过来的，然后我觉得今天啊。碰到很这个泰国的朋友啊，然后就认识他，因为我从来没有认识他嘛，只有对啊，只有听过名字，对哈，就认识这个，这个是讲有，然后我们都讲你的名字，我觉得今天就还蛮开心，然后就认识姐姐了，对，然后认识一个姐姐，然后又认识一个外来的朋友，然后其他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因为不是姐妹嘛，那我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会的效果是很好的。那怎么样好？就是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他有一点，我一直很期望今天晚上的这样的晚会哈，它可以让美浓的乡亲父老知道说，就是美浓要这个，他要跟其他的第三世界，我们不要说第三世界，就是跟除了欧美以外的国家做一个互动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需要透过一些人做桥梁的嘛。那他们始终不把这个我们姐妹们当作是曾经有思考过，她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这样。那我会觉得说，今天晚上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就是今天我们要跟东南亚做一个桥接的时候啊，我们的姐妹她的那个能量就跑出来了。我讲，因为佢创咗行呢个阶段嘛，大家也行呢都可以先用啲宣誓伊嘅本身吼，加入台湾嘅主持性嘛。都今年伊是做太于类似于跟恐怖响应咯，但问题是伊做太角色行呢，伊其他台湾嘅主年生活嚟做太。
大家也咧出现，就讲我以前用加入台湾，就本身在台湾一个主题性的一种事实。佢说其实基本上我哋都用個用愛去形容一種詩集詩嚟講嚟形容伊嘅一個加入台灣嘅線條，其實都幾冇乜錯嘅。係啊，因為愛所謂愛是係每家庭愛心嘛，但加入台灣都台灣人嘛。但是問題是因為本身所有嘅一種都講類似一個東南亞國家一種文化跟語言上嘅一種喺呢沙期對外交流航向國際化的最好的一種貫托感的一種資源。拍子。山里面那一片山洞，一龙山好山峰啊，天球一球啊，多一球哦，一龙山啊，好所在呀。唔免到觀察到伊哋用嚟攀岩嘛，有把過片嘛。其實過去當然我哋有一種所謂一種本位主義都會講反正就加呢個線條咩都拿上愛形容嘅各位當然看法上都當作個呢個酷嘅素材加落啦都要攞俾加呢個線條啦，佢像成分上那時候都愛兼用嘅，但係佢其實邊嚟看到係咪嘛？因為邊嚟看到都講，有啲我形容佢做扮演。沙期以內面向國際化，伊哋按重要角色係你伊哋做唔到嘅，係你伊哋做唔到。但睇下你嘅方案，你都講大家都看得到都講大家伊哋要重新看待嘅，我以形容加入台灣嘅一種身份加入身份伊哋加入台灣，唔係講伊哋身份都大級啦，伊哋喺呢個沙期分享國際伊哋個重要嘅伊哋經驗。所以點樣唔能夠佢就種扎啦，看到一點。甚至講咁我都係嚟講我哋其實都喺邊嚟看一點。好凍咩？好肥。Vì mấy người ta thì chứ này mà họ có Trung Quốc là có họ lại thời bản ít thiên ấy hiểu Trung Quốc à, người ta có phóng phiên là ấy hiện nay à con ý sự là chú mới thông lưu mà. 這世界唔曉得以前有發生過嘛奇妙嘅事情。冇哩，因為來một cái kêu ngày trước mà sangอยู่xong xí bàn mà xí bàn cái gì chơi hàm thì như thế nhỉ nè mọi nhá mai xí chuyện như hàm mỏ con có anh ấy mà có ai之前thì xí bàn mà dù con chuyện hít thuốc mà 所以như thế nhỉ xí chơi tay khi gì sáng qua hôm mà ai全部冇問題啊，是個事啊。伊嗰時代看唔是書咩吼，伊嘛嗰時嘛咧學中文啦吼。伊禮拜邊度生日嚟去咩？邊下擺又睇到伊咁多伊咁去咩？我又生日嚟辦個生日嚟去咩？啊，佢唔係出本意了，
伊礼拜就是2节，听讲伊拢礼拜六2节，礼拜六2节遐尼哦。其实啊，拍只礼拜天用按六，就春日无过来2节安尼啊。其实系听国语高比看没？啊？嗯啊。对啊，都原来唔晓得，有现在生意那个生意那个都高比看没？有那个破的咩？伊个鱼块是鱼土嘅，都天那个波子鱼块咩？阿摆这个模组的嘿，阿摆做睇啊。用啊？模这个做的。拢这个做吧，哎。他们可以吧？他们可以，没关系。你看，老nhà老公chúng ăn mấy thôi, nhị quý thì nhị sập nhà老公ná, chuẩn với ăn. Anh kêu, một khăn cùi cùi rồi. Bỏ khăn đi không nha? Không phải nó. Đưa cái dù mà cái máy kim hiệu miếng. Mẹ có làm sạch thịt, em hầm mùa ăn su cà ma. Ngay sao bây giờ em dùng cái con sạch thịt su ăn ngày sinh nhật dùng纯sạch ăn su. 哎呀，这样没传统啊。这个是飞喷买的，他在岐山买的，这个是我在美南。冇啦，係冇熟啊，要冇熟啊，地波一糊迄個要冇熟啊。我煮咖喱那个哦，你要放去放哦。係啊。先放下去，哎啦，先放下去。和太太在吃晚饭的时候，因为菜很少，樵夫就无意中说：“桌上马上。” Kalau pagi-pagi bukan gua datang nyuciin sayur-sayur lo lah, gimana bisa masak? 今日咧冇學輝啊你啊！今日你一俾嘢我嗰種揀用㗎嗰種工，唔係別嘅。係咁樣會學輝啊！不是出嚟啊你？啱我出嚟㗎，你講計嘢都講啲嘢。我嗌佢嘅啦，但你冇訓練係啊，早晚嘢需要。係啊係啊。可以啊，你又係嗬。如果咩啊？可以啊，如果加落去你時間冇，計下嗰個用魚會叫蟲啊你。哎，嗰個魚啊，驚吧？要計好裏面，嗰個嘢冇啲起碼嗰個魚會，嗰個魚會啊。我們現在要開始，大家吃飽了嗎？吃飽了。有沒有好吃的？吃飽。謝謝。我們請那個廚師出來給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好，我們鼓掌歡迎。我觉
觉得姐妹会其实是一个让姐妹们这些新移民们她们去锻炼自己这种社团组织的能力的一个平台。那这个社团里面，他们可以去发挥他们的想象，他们想要做什么。那更重要的是说，透过这个社团，其实跟台湾社会有一个对话的机制，包括说现在我们在针对一些移民议题的讨论，移民署的设立或者移民法的这种修改，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了移民本身他们的看法。那我们觉得这个姐妹会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移民社群跟整体台湾社会对话的一个空间跟机制。天黄黄，地黄黄，无边无际太平洋，这世上有思量，出路在何方？天茫茫，地茫茫，无亲无故靠太冷，月光光，心慌慌，孤山在。